举双手欢迎谭武勇，伊敢会是阮家邻朋友头一个过关的呢？较早嘛有跳迄一寡什物巴西的舞啊，巴西正舞，迄超好看的。哎呀，伊嘛有咧跳啊。想要看，想要看，今麦感觉会晓？哦，一点点，一点啊，一点啊，咱就卖。无啦，看一个啦。我会，你要我说。我哦，伊会，伊啊无咱就看嘛。啊，看买啊，来，哎呦，哦，哎呦，哇，这个架势袂歹，哎哇，这身体协调性嘛爱足强。哎你不要太累，你卖伤忝呢。呦，倒头菜。你无念伊要过关的，过关的体力拢感觉用完。我看安尼好啊吧？对。但节无过关都怪我。哎，伊拄则有倒头菜呢吼，厉害呢。哎，你串啊，哎，你安尼有法度比赛吗 ，No problem， ？No problem。但引导的人有来帮你打。啊，对，你哪里向来？我妈妈跟妹妹都来了，妈妈跟妹妹都巴西人2位。啊嗨 ，Hello，妹妹有练一句要甲哥哥加油的话。哦，我来帮哥哥加油。来帮哥哥加油啦！ Ganha, vai lá, mãe, força. 哦，加油！葡萄牙文。对，vamos lá，什么 vamos lá， ？Vamos，就是咱做伙行。对，就加油的意思。Vamos啦！哎，不用 Vamos 啦！耶！关是咱所有艺人的大幕。是，伊敢会是阮家邻的希望。哎，有可能哦！全演艺界的希望就是你啦，不用。全台湾的观众朋友，来，手关的代志吼处理好啊！来算一个，计划一个。吼，脚长手长的人，伫咧这个部分嘛是算讲较占优势啦。到底不用啦，我都过一关无，拼起你无？艺人啊无人过咧。来，加油！过来，加油！加油！即个嘛拼一个，全演艺界的拼一个。希望，全演艺界的希望就看你啊！来看这骨头有法度起落去无？够有力无？无放弃，够有力无？有，一个有力无？海龟，掉下不要丢啊！要起不等，落架，豆豆来，豆豆来，豆豆来，我们新约代表，演艺界代表，第一个过关的，今日是咱母羊无力啦！第一个过关的，今日是咱母羊无力啦！今日是咱母羊无力啦！我唔敢啦！你竟然甲人乱，你什么要上来？你都到位啊！哦，你就差一点嘛。演艺界代表，演艺界有个失望啦。 The Jade Mountain. Oh my god, that was crazy. I mean, I was expecting to lose in other places, but I was not expecting to lose on the last meter of this game. I feel so sad. 冰冷个就冇咧告冰冷。哦，北人啊，北人，北人刚刚我只是助理而已。哎，助理啦，然后叫你有吸出来。有输出来，给你有洗出来，我就洗。安尼，啊伊敢会唔敢食你贴的药啊？袂诶，因为伊会使甲伊解释，解释，嗯，伊就当啊，伊就知影，了解啊，伊就了解，专业吧。嘿，啊你平常时做药师，嘿，啊敢有咧运动？嘿，我平时伫咧耍竞技钢管，哦，更讲啦，更讲，哦，你有咧跳这更讲，嘿，我伫咧练更讲诶，安尼，更讲够。伊的 muscle 一定就结实。很爱背肌。啊你敢会使互阮看嘛？你的迄个筋肉，你讲你后壁，对啊，你讲你后壁筋肉，更讲就是后壁。我会吞沙诶，即摆是上班的时间。上班时间你给，哦，即摆是哇，下班就请安尼。来，哇！哦，有呢，真
材真好啦，但是我更加想要看你更讲迄比赛的，敢有影片通个看诶，有练习的鸦片。哦，来看麦啊！哇，那好多安尼一直洗哈，哇，就是耶，哇，安尼念会调，啊你哪有法度安尼？哇，哎呦，哎呦，尾啊搁落来，这个腿安尼无啊？对啊，足厉害诶！就是其实认真啦吼，伊本身呢，除了是律师以外，啊嘛是摆女，啊甲台大毕业的，算讲是一个搞读册，啊更搞运动的人咧。高材生，哎呦，哦，来来你直来，接扭车啊！哦，袂歹袂歹速度袂歹，足紧呢，这款速度，这就是跳跟跳跟讲好是共款的道理咧。哇，足水的啦！哇，看人过这个跟讲的选手，毋捌看人过这关过甲足水的，足美丽。他搞个就水对耶，真敢若咧跳舞咧，哇，这个过关的方式可能是咱第一摆看到的。你说后壁你说啊，啊，可以说害一个，爱害一个。对，用脚去搞，用脚去搞。你被搞掉啊！你被搞掉啊！哦，真好，好看，会过啦，害一个会过啦。哦，过啊！感到悠海，哦耶，这个男朋友嘛喺边啊。哦，够好看诶，足水诶，足水诶，表演一个啊，表演一个。熬读册搁熬运动，哦，来，感到悠海，准备一个，哦，跳起嚟，爱徛后仔哦。这里哦，来，第一粒感到过关，这基本的，啊，第二粒较有挑战哦。定到边啊，嘿对。哦，爱想我清楚，哇，哇，哇，伊骹头搁乱掉哦，哇，够疼的啦。有你个，这个要被拉起我来啊！要腾起来吗？时间谈得前啊，先穿好，无要紧，来，先穿好啊！啊，看位啦！敢会使甲 Q，这你要腾起来无？啊哎，别卡有无？卡到打掉，我过咧过，你要小我 Q 一个，我甲 Q 一下，听着好无？拜托。哦，头一摆有人 Q A 啊，头一摆有人落 A 啊。想一个，爱害一个无？对，可能要考虑小害一个你哦。爱害一个无？安尼可能下袂过哦。咱认真啊，伊的身高是170公分，所以脚应该有够长啊。啊！我唔甘愿啊！伊讲伊喙肿起来。哎，有淡薄弄掉。甘露迄关跳伤大力，我就弄到我的喙。要讲一个你出家应该是你讲伊想要讲一个笑话呢？哦，你要讲好啊，你讲。好，有一天贝壳蹲伫个厝，伊会讲啥？贝壳。当地。I'm back。 I'm back. I will be back. 哦，伊会搁转来啦，阮随时欢迎你啦。欢迎你跟你的男朋友做回来。